干娘书看客家名如何演，明日一下年新闻，当年7月、8月喺暑假期間安排一場結合文化同風景嘅客莊親子旅行，留了各地客家莊嘅豐富人文風情景色，做得本大家對旅行嘅過程當中來認識淺有特色嘅客家文化，將新竹新埔最有名嘅自然體驗，結合自然素材同客家美學嘅自然美術，做得自家體驗所做嘅作品。還有同時客家文化園區推出，留下台灣第一聲音，橋盤地圖嘅客家愛情音樂同日常特展，再現出客家八音唱片同留聲機，重現一串年大開門等景點，本做得添古時空，談100年前嘅客家愛情同音樂故事。來到南埔屏東嘅6堆客家文化園區地圖，有草坪區、田野同莊頭景色，象徵南埔客家先民開墾同生活嘅故事。對有了過程體驗客家文化意義，做得接觸客家自然生活，感受客家今天為地嘅生活態度。有興趣深入了解客家文化同客莊景點嘅民眾，做得去各地觀光旅遊區網站查詢更多嘅資訊。以上係客家名如何演嘅報道，接下來會教大家今本日嘅明日一下年就是撇除，大家當好撇除出去了，大家當好撇除出去了，唔好為忙啊，下禮拜再來了。